好吃。日前的抢卵危机，互真侪家庭买袂到鸡卵，尤其现在清明节要到啊，家家户户应景要食润饼内底，竟袂当照料卵丝，所以议员詹培雅就赶伫咧年假进前，卖下爱心有机蛋笼，捐赠鸡卵，互东区5个弱势家庭。因为咱台湾人清明节到啊，拢会吃润饼、春卷。那春卷有时候都要煎个蛋，所以他就想说煎了3000个蛋，让我们这些几个里长认定我们比较弱势的家庭弱势的家庭一个人2盒蛋。住伫咧东区文胜里的爱心蛋笼，因为非常专注伫咧鸡只养殖甲演化，所以因生产有机鸡卵特别营养好食，而且做善事唔愿意出名，真正足甘心的。伊家己研发，他先生也是读那个畜牧业的，年轻50岁左右而已啊，爱做爱心的啦，爱讲即嘛虽然能做欠，爱就是讲关这个意思，他的心力但是不要。达拄啊，议员我袂记翻有，伊无爱出名，无爱名好啊，伊怎啊行讲名出来？嘿嘿。善心蛋笼会选择甲议员詹培雅联手做爱心，是因为长期有关注詹培雅服务处寒暑假中餐助动计划无私的奉献，所以特别将自家生产有机鸡卵加入爱心行列，希望会当为社会注入一股暖流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